今仔日咱要去到希腊，这桩穿越希腊的旅行，会带咱临北本地庄卡、大城市协有小岛，掀开地方特产，互人惊起高幼稚的秘密，佮以全新的角度介绍出名的柯林斯文湖。咱大家做伙算，5、4、3、2、1。伫自然甲冒险之间，哦，我去你啊！一桩保证难忘的穿越希腊铁路的旅行。准备好了未？所有人上车。